去台北最正都係飲飲食食，今次出片直接重點介紹餐飲，仲會列出全程使費，等你睇完可以直接買機票平價遊台北。由機場坐捷運到台北車站，再搭一個站，就到港人最熟悉嘅西門町。無論交通、飲食定購物都十分方便。打卡位有步行街、西門紅樓、萬年商業大樓。餐飲方面，我去咗以下嘅包括呢間人氣相當旺，我叫咗蚵仔煎、滷肉飯同青菜湯，係抵食方便之選。由朝開到晚嘅旗艦店，循例都叫一杯黑糖珍珠鮮奶，奶味好淋珍珠好多，對我來講太甜，都係循例試試，平平地份量夠，抵食。夏日炎炎，每次經過呢間都會叫杯蜂蜜苦瓜汁，超級解暑。偶然經過見到多人排隊，更更是呢個脆皮甜甜機，外脆內甜。作為獨 L 諗住食下單人火鍋，但食完覺得火鍋都係多啲人食先過癮。中式老餐廳，牛肉幾大嚿，闊麵好好食。購物方面，呢度有間 Pop Mart 旗艦店，入面有3層咁高，樓上仲有好多巨型公仔任睇。聽聞係台北最好最熱鬧嘅夜市，美食不能盡錄，以下只列出幫襯過嘅。全部都好食，更多選擇交由大家自行發掘。充滿生活氣息嘅街道，有各種餐飲及手工藝雜貨店，人流較靜，可以遊行逛街。從未食過咁好食嘅牛肉麵，賣相唔錯嘅豆腐花，平得來算好食。最後去填滿買牛軋餅做手信。進食前需慎思：第一多肥肉，第二食完面面不和。特色在豆腐花加燕窩。呢邊嘅街景幾懷舊，亦比較多手工藝品。行下見到間復古風嘅星巴克，晨早坐車入九份，似茶果，比想像中好食。甜甜地，肉圓好食。行到熱熱地當解暑。來九份其實都係為行路睇景，食嘢其次。落山後去一個專門睇貓嘅地方，以下1分鐘都係影貓。Hi, baby。頭先個地方叫猴洞。
來到信義區，成個環境唔同咗。呢邊啲文創市集幾有特色，可行個圈。來呢區主要係想買手信，最後路過一打卡位。首先住呢間叫台灣青旅膠囊旅店，地點就喺台北車站幾分鐘步程。整體乾淨程度都唔錯，WiFi 信號同速度都 OK。